开啊足水，吼、伊对伊落土经济开始成长，啊了水甲伊坑挂，肥了坑挂，啊土甲伊坑挂，啊有了迄落太阳有了空气，伊看看大汉，看看大汉。这是因为因为伊环境的因缘拢新鲜，吼，这水嘛有够啊，啊土嘛有够啊，温度嘛有够啊，差不多啊哦，伊自然会生长。咱人一个世间嘛是会共款啊，一个时间咱的爸爸甲咱妈妈来熟悉，吼来斗阵来生咱这个囡仔，甲咱栽培，甲咱教育，互咱分食，互咱衫穿，慢慢来栽培，互咱来成长，就是互咱土，互像这种花共款，互伊土，互伊空气，互伊肥料，伊来成长。咱若等到有一天土无啊，水干，也是讲伊的时间，花嘛有迄个生命，伊的时间到，这个花就会冷去，就会死去，就会活，吼，敢是安尼？那么咱人嘛是共款啊，咱这身躯机械这样用20年、30年、50年、70年、100年，时间到啊，土无啊，水无啊，咱的这个身躯慢慢就歹去，慢慢就歹去的时阵，有一天伊嘛是冷去，嘛是歹去。人生是安尼，地球是安尼，人生嘛是安尼，拢是安尼来的。包括咱的地球嘛是共款。咱的地球就来咱9700年，这是伊的生命。伊对开始一直成长，到即摆这个时间，吼，到成长到这上水的时间，慢慢伊就开始要冷去啦。咱这个地球啊，你无看，即摆空气